真侪人，若听到粪扫车咧来，拢用冲的、用走的，拢无咧注意看是毋是有其他的车咧来。中华有一个姑娘仔倒粪扫去互机车弄着，加载只有擦伤。其实即摆为着要方便大家掌握到倒粪扫的时间，包括六都、包括各县市政府，拢自行开发着手机啊 App， 咱的乡亲会当甲下载，安尼就会当明确来知影粪扫车咧来的时间。 就免搁安尼冲冲碰碰，甚至发生着意外。早时10点左右，毋是清运粪扫的时间，但是大中华一名女子看到粪扫车经过，就向公公冲出来倒粪扫，倒完了后，无注意后面的车，去互机车弄飞去。拄来，你向阮冲进，人哪会知你要冲去安尼啊？好佳在只有轻伤，但是另外一件伫咧婚林，就无遮尔好运。当地里长何林因为要倒这大粪，一出门口咧，就去互机车弄着，送就交互病房。真侪民众拢是听到粪扫车的声音，就冲出来，发生意外。统计了吼。 大概为了倒垃圾发生这样事故的部分，大概1个月大概平均大概1件左右啦。为了避免民众对粪扫车情况，除了6都以外，真侪县市政府也有开发专属手机啊 App， 可以及时的看得到这一条路线上面我垃圾车在哪边，那我的要倒垃圾的点在哪边。 App 会当清楚显示粪扫车的位置，或者是收运时间，后面将会当先准备好势，袂搁再安尼公公，甚至是发生意外。